中國實際嘅 GDP 可能已經突破咗44萬億美元，比美國多出15萬億，相當於4個日本咁大。而家隨住美股左腳踩右腳飆升到天上去，市值去到咗68萬億美元嘅誇張嘅規模。依家全世界唔單止覺得美股有好大泡沫，連帶對美國 GDP 嘅含金量都產生咗極大懷疑。越嚟越多國家相信美國真實嘅 GDP 根本冇咁高，全部都係加咗水，加到可以養魚嘅誇張嘅假數字。反觀中國，真實 GDP 早就被壓到地板咁低，被低估嘅規模可以直接拋甩美國幾條街。唔信我帶大家喺幾個數據先。2019年美國嘅 GDP 係21.5萬億美元，舊年就去到29.2萬億美元，5年之間增加咗7.7萬億美元。增幅有35.8%，基本上就係一年多咗一個西班牙嘅大嘅規模。但同時，好多最能夠直接反映經濟真實狀況嘅指標就出現咗嚴重失衡，好似用電量咁。GDP 全名叫做國內生產總值。工業時代，你無論生產咩嘢，就算係洗衫、煮飯呢啲最低端嘅服務型生產活動，都一定要用電，係咪先？但係過去呢5年，美國整體嘅發電量淨係由4.1萬億度升到4.3萬億度，增加咗接近2000億度，增幅得4.9%，仲比 GDP 增長少咗7倍咁多。你話誇唔誇張？再睇中國，2019年 GDP 係14.4萬億美金，2024年就去到18.94萬億美金，5年增幅有31.53%。同期電力由7.1萬億度升到10.1萬億度，增幅有42%。再扣除居民用電佔國家總用電12%，我哋生產端電力增幅基本上同 GDP 增幅差唔多，反映出嚟嘅 GDP 有效性好高，好真實。仲有一樣嘢就係汽車銷量，常用車銷量係最能夠反映 GDP 實際落地情況嘅指標之一，因為 GDP 嘅實質增長就係生產要素優化配置同埋財富積累嘅過程，最後都要靠終端消費佢完成個閉環。而汽車作為一個大額耐用消費品，正正就係 GDP 由生產端去到消費端有效傳導嘅直接體現。喺過去5年，美國汽車銷量唔單止冇增加，反而由1710萬輛跌到1603萬輛。仲有其他嘅生產指標，好似鋼鐵啊、商用飛機啊，美國近幾年都冇咁點升，要唔係原地踏步，要唔係就一瀉千里。國內生產總值，顧名思義就係你一個國家嘅生產活動入邊創造嘅經濟效益有幾多。你美國個 GDP 年年都勁升，每年都多咗一個西班牙嘅大，但好多實實在在嘅經濟指標唔單止飆升，生產力仲大範圍咁萎縮緊。咁你呢個 GDP 嘅真實性肯定係假嘅，而且仲假到離譜嗰隻。事實上，要判斷一個國家嘅經濟體量，全球經濟界主要有3種方法，一種係評價購買力，即係同一筆錢喺唔同國家可以買到幾多商品同服務。照呢種模式計算，中國嘅經濟體量早喺2014年就超越咗美國，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。舊年我哋嘅 GDP 更加突破咗40萬億美元大關，比美國仲多10萬億。另一種就係中國用嘅生產法計價，即係將全國所有行業生產出嚟嘅新嘅價值加埋，再減去生產時用佢嘅原材料、半成品等等中間投入成本，最後匯總出嚟嘅總價值就係 GDP。生產法只重視實實在在生產出嚟嘅地，好似鋼鐵、汽車、飛機咁，但往往容易忽略咗唔喺物理層面生產嘅服務業活動。最後就係美國用緊嘅支出法計價，佢哋一個核心就係唔理你符唔符合生產邏輯，只要有資金流動，都會計入 GDP 嘅考核指標。例如今日花1000蚊美金叫一架救護車，喺今日美國嘅 GDP 就直接增加咗1000蚊美金，甚至連平民特朗普告總統特朗普睇到咗2億3千萬賠償，都要計埋落去。有經濟學者指出，如果直接用美國支出法嘅統計框架，將更廣泛嘅知識產權投資、政府開支同埋服務業都納入考核範圍，喺上年中國 GDP 嘅估值可以去到44萬億美元，比美國嘅29萬億足足多咗15萬億，真係名副其實嘅經濟巨無霸。但係老實講，咁樣其實冇咩意思，就好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公開批評咁，美國 GDP 增長越嚟越依賴統計學上嘅數字技巧，而唔係生產力提升。呢幾年以美元計算，中國 GDP 佔美國嘅比例一直下跌。2021年係77%，2022年68%，2023年64%，2024年62%，跟住就有人開始瘋狂唱衰中國，話我哋唔得啦，增長到盡頭啦，經濟要熄火啦。但係睇完兩國嘅 GDP 統計方法，
你就會知道唔係中國唔掂，而係美國 GDP 注水注得太多。而且呢度仲有一個咩問題呢？就係通脹泡沫。同樣都係起高鐵，中國每公里造價都只係1億幾人民幣，即使係地質條件極之複雜，有2/3路程都要行隧道嘅穿藏鐵路，每公里最多都係2億左右。但你估下，美國加州高鐵要幾多錢？275公里要1280億美金，單公里造價4.65億美金，約合人民幣32億，係中國嘅30倍。咁大嘅差距，根本唔係咩供應鏈同勞動力成本可以解釋到，都唔可以怪史密斯研究得太多。呢個就係美國嘅購買力，入邊有巨大而且完全冇意義嘅泡沫。你睇，由拜登時代開始，美國日常生活入邊所有嘢都越嚟越貴，一包廁紙嘅售價由2019年嘅4蚊升到舊年嘅8蚊2毫9仙，洗潔精由2蚊升到3.09蚊，床褥由299蚊升到649蚊，雙門雪櫃由699蚊升到1299蚊。一樣商品價格升咁多，同樣佢睇消費者要比以前多俾5-6成錢。GDP 嘅帳面數據梗係靚仔啦。我知一定有人會話美國經濟早就脫實向虛，雖然實體產業唔掂，但係服務業呢幾年搞到勁勁嘅，成為經濟絕對主力。冇錯，我承認美國虛擬經濟好勁，佢喺 GDP 嘅構成入邊，知識產權貢獻咗41.1%，金融交易貢獻12.7%，醫療支出貢獻17.6%。但你哋要知，體量大唔代表佢真係可以創造經濟效益，更加唔可以證明生產力有提升。就拎醫療支出嚟講，舊年美國成個醫療行業嘅產值超過5萬億美金，單拎出嚟都高過日本同德國嘅 GDP。但係最大份唔係佢嘅研發代表、先進生產力嘅生物醫藥同高端設備，而係俾各級臃腫嘅醫療機構分晒。喺美國，如果你喺醫保，一個普通感冒都可以燒你1-2千美金，但係實際要價就只值10幾蚊。中間嘅錢去咋邊？創造咗咩價值？生產咗咩效益？帶動咗幾多周邊產值？大家心裏有數。講到明，美國經濟邊度都係泡沫， GDP 有泡沫，商品有泡沫，債務有泡沫，消費有泡沫，股市就更加唔使講。泡沫比大蕭條同08年金融危機嗰陣都仲要高。巴菲特有個衡量股市安唔安全嘅指標，就係你股市總市值佔 GDP 嘅比重唔可以超過200%，超過咗呢個比重一定會出現雪崩。你估下而家有幾多？218%，比當年互聯網泡沫爆破嗰陣嘅150%仲要多68個百分點。所以英偉達市值啱啱企穩5萬億大關，一夜之間又蒸發咗2000億。但呢個只係開始啫，每股68萬億美元嘅市值，轉個頭就佔咗22萬億。而呢22萬億美元嘅市值，有60%都係靠 Google、微軟、英偉達、OpenAI 呢幾間巨企頂住。Google、微軟做軟件服務，英偉達做硬件服務， OpenAI 就負責提供大模型。跟住你聽我講下，佢哋係點樣玩起嚟嘅。OpenAI 用錢去買英偉達嘅算力晶片，英偉達又將錢投翻去 OpenAI 買咗股份。OpenAI 嚟到融資之後，又用錢去買微軟同 Google 嘅雲服務。喺 Google 同微軟呢，一邊套錢買股份，買 OpenAI 嘅股份，一邊又去買英偉達嘅 GPU。所以你睇有冇發現，其實佢哋3個就係咁樣循環，做軟件服務，做硬件服務，做 AI 大模型。佢哋喺呢個圈入邊來來回回咁循環，每循環一次，公司估值就會升一次。即係所有公司都會升，英偉達市值會升，微軟 Google 市值都會升， OpenAI 市值都會升。但問題係咩呢？微軟、Google、英偉達呢3間公司其實只係做配套，屬於供應商角色，佢哋唔會直接參與 AI 最終落地。你作為普通消費者，會唔會去買幾千蚊1 TB 嘅雲計算？會去買幾萬蚊嘅算力晶片咩？肯定唔會啦。而得 OpenAI 呢間公司嘅業務係做 AI 落地，係將 AI 大模型賣俾消費者用，提供各式各樣嘅服務俾消費者。舊年全球市場包括工廠、企業、政府單位、個體戶買 AI 服務，為 OpenAI 帶嚟幾多利潤呢？淨係得37億美金。換句話講，呢一年都未夠40億美金嘅利潤，竟然推高咗13.5萬億美金嘅市值，成日咁樣滾雪球，3600幾倍嘅超級槓桿啊！我真係頂唔順，成個人類歷史上所有資產泡沫同金融泡沫加埋都唔夠嘅提鞋。你話咁樣啱唔啱先，兄弟們？呢個唔就係典型嘅金融詐騙咩？難怪巴菲特最近成日沽美股，收翻現金流。春江水暖鴨先知，等泡沫爆破嗰陣，呢啲建立喺虛假繁榮上邊嘅狂歡都會一鋪清袋，所有牛鬼蛇神都會變成金粉。